好在鳥鼠的代誌，互大家攏真驚嚇，也毋過有救援這天文鳥鼠的民間團體，因是講最近接到通報，講這天文鳥鼠呢，互人放殺的狀況是愈來愈濟啊。因表示講，只要莫互這厝內底的天文鳥鼠去接觸到病原，安尼就袂有感染的幾率。另外，這野生鳥鼠呢，其實是真高生，所以建議政府得要用物理的方式來處理，才會有效果。親像豬仔鼠、黃金鼠和三線鼠等等，外形古錐是真濟人愛飼的天文鳥鼠。不過最近野生鳥鼠甲漢他病毒的議題討論甲真熱，有長期在救援天文鳥鼠的民間團體講，最近接到通報講有人放殺亂拼，還是飼的主人無愛擱飼，一天就有3-4通電話卡來。兵團呼籲民眾，只要莫互厝內的天文鳥鼠去接觸到病原，都袂有危害人的幾率。寵物鼠的話，就是如果沒有接觸到外界的鼠的話，就是野鼠的話，其實就比較沒有這個機會。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提醒，雖然多數的天文鳥鼠較毋免煩惱帶病原，也毋過甲野生鳥鼠較接近的種類，像講飼大鼠的主人就要特別注意。聯盟嘛講，野生鳥鼠濟就是反映環境治理出問題。鳥鼠一天上濟通生15至18隻，不管是用偷的，還是用鳥鼠燈，攏趕袂赴醫生的速度。因認為應當用物理方式、理性科學來處理較有效果。整個公共設施跟我們私人的住宅的通道都要先封堵。說社區的廚餘跟我們夜市的廚餘都沒有處理好的話，垃圾落地，而且你都沒有加容器，沒有密封它的話，這對鼠來講就是個天堂。所以我們先不要給它這樣的條件的時候，它的數量會以我們超出我們想象的速度下降。針對徛嘅環境，民團建議超過4公分寬對外空棚，像冷氣孔、水管，還是排油煙機排氣孔等等，都要想辦法處理，甲空棚變細，避免野生鳥鼠走入來。因呼籲政府莫用殘酷虐待，還是化學毒殺的方式來做城市治理的手段。因認為方式是為着守護環境衛生，無應當變做對動物的私刑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